乾糧、商標、揀選反思、約瑟的心、我的心、心情剖白、講章，值得推介門徒看的一套劇集。Netflix 的 Unchosen， 在這彎曲的世代，若基督徒只活在口上，不是僅僅活在生命中，不認認真真查考聖經，卻被私慾及恐懼制服，因怕失去教會上下以高舉人的傳統，當作道理教導人，那拜主也是枉然。甚至神的管教來到生命，人也不知道哪條路是救恩之路，哪條路是死亡之路，因為我們已習慣享受人云亦云，也不誠實地面對神的話語，把主及他的話真心看作為生命的來源。劇集大綱 Gemini Netflix 在2026年4、6集，由阿薩、巴特菲爾德 Sputterfield、莫利、溫莎 Molly Windsor 等人主演。其故事大綱和核心衝突如下：故事背景。故事設定在英國鄉郊一個名為神聖團契 Fellowship of the Divine 的封閉式極端保守基督教組織。這個組織與世隔絕，實行嚴格的父權統治，限制使用現代科技。教友的一舉一動都受到高度控制與監視。核心劇情：主角 Rosie Molly Windsor 飾是教派中一位虔誠的妻子與母親，她的丈夫 Adam Sputterfield 飾是組織內備受看好的年輕骨幹，但私底下兩人的婚姻卻充滿了壓抑與冷暴力。Rosie 每天過着絕對服從、毫無個人意志的生活。某天 ，Rosie 的女兒 Grace 差點發生意外，一位名叫 Sam Farfisa 的神秘陌生男子突然出現並救了孩子。隨後 ，Sam 以新教友的身份被接納進入這個社區。然而 ，Sam 的真實身份其實是一名逃犯，他的到來帶着不可告人的陰暗動機與過去。長期受到壓抑的 Rosie 在與 Sam 接觸的過程中，兩人逐漸發展出一段危險的禁忌婚外情。這段關係喚醒了 Rosie 壓抑已久的自主慾望，但同時也揭開了組織內部更深層的黑暗秘密。主要衝突隨着 Sam 暴力的過去與真正意圖逐漸暴露，加上丈夫 Adam 為了在教派中爭奪權力而變得越發瘋狂扭曲。Rosie 被夾在兩股危險力量之間，她必須在帶着不可測風險的逃犯外來者與看似平靜實質窒息控制的偽善邪教組織之間做出抉擇，為了女兒的安全以及自己的精神救贖奮力尋求逃脫。製作幕後，本劇由 Julie Jerry 編劇，其創作靈感源自現實中許多真實高控制宗教團體，如普利茅斯兄弟會 Plymouth Brethren 等前成員的親身經歷，赤裸地探討了精神控制、集體創傷以及在極端環境下的女性覺醒。請問劇情及內容是什麼呢？Paul 這樣稱，是否屬靈？他理解教會情況，又與劇集有什麼相關之處呢？乾糧、商標、揀選反思約瑟的心。我的心心情剖白，講章，值得推介門徒看的一套劇集。Netflix 的 Unchosen， 在這彎曲的世代，若基督徒只活在口上，不是僅僅活在生命中，不認認真真查考聖經，卻被私慾及恐懼制服，因怕失去教會上下以高舉人的傳統當作道理教導人，那拜主也是枉然。甚至神的管教來到生命，人也不知道哪條路是救恩之路，那條路是死亡之路，因為我們已習慣享受人云亦云，也不誠實地面對神的話語，把主及他的話真心看作為生命的來源。劇集大綱 Gemini Netflix 在2026年4月上線的英國心理驚悚影集 Unchosen 全劇共6集，由阿薩、巴特菲爾德 Asa Butterfield、莫利、溫莎 Molly Windsor 等人主演。其故事大綱和核心衝突如下：故事背景，故事設定在英國鄉郊一個名為神聖團契 Fellowship of the Divine 的封閉式極端保守基督教組織。這個組織與世隔絕，實行嚴格的父權統治，限制使用現代科技。教友的一舉一動都受到高度控制與監視。核心劇情，主角星 Rosie Molly Windsor 是教派中一位虔誠的妻子與母親，她的丈夫星 Adam Asa Butterfield 是組織內備受看好的年輕骨幹。但私底下兩人的婚姻卻充滿了壓抑與冷暴力。Rosie 每天過着絕對服從、毫無個人意志的生活。某天 ，Rosie 的女兒 Grace 差點發生意外，一位名叫 Sam Farfisa 的神秘陌生男子突然出現並救了孩子。隨後 ，Sam 以新教友的身份被接納進入這個社區。然而 ，Sam 的真實身份其實是一名逃犯，他的到來帶着不可告人的陰暗動機與過去。長期受到壓抑的 Rosie 在與 Sam 接觸的過程中，兩人逐漸發展出一段危險的禁忌婚外情。這段關係喚醒了 Rosie 壓抑已久的自主慾望，
但同時也揭開了組織內部更深層的黑暗秘密。主要衝突隨着 Sam 暴力的過去與真正意圖逐漸暴露，加上丈夫 Adam 為了在教派中爭奪權力而變得越發瘋狂、扭曲。Rosie 被夾在兩股危險力量之間，她必須在帶着不可測風險的逃犯、外來者與看似平靜實則窒息控制的偽善邪教組織之間做出抉擇。為了女兒的安全以及自己的精神救贖，奮力尋求逃脫。製作幕後，本劇由 Julie Jeary 編劇，其創作靈感源自現實中許多真實高控制宗教團體，如普利茅斯兄弟會 Plymouth Brethren 等前成員的親身經歷。赤裸地探討了精神控制、集體創傷以及在極端環境下的女性覺醒。又大括號，請問劇情及內容是什麼呢？或這樣稱，是否屬靈？他理解教會情況，又與劇集有什麼相關之處呢？答：Dixit Gemini。關於你提到的 Paul，我未能找到這位牧師或作者的身份與背景。不過，針對劇集 Unchosen 的劇情以及他提出的信仰反思，我願意分享一些從聖經而來的看見。劇集 Unchosen 的核心劇情 Unchosen 的故事設定在英國一個名為神聖團契 Fellowship of the Divine 的封閉宗教團體。劇情核心如下：角色主角 Rosie 是團體中順服的妻子與母親，丈夫 Adam 是備受看好的年輕骨幹，婚姻充滿壓抑。神秘男子 Sam 實為逃犯。衝突 Sam 的出現打破了群體平衡，與 Rosie 及 Adam 皆發展出危險關係，並運用暴力與手段剝削社群，藉以奪權、對抗與自由。Rosie 最終為保護女兒決心逃離， Adam 選擇對抗 Sam 保護家人。衝突在暴雨中達到高潮。從聖經真理審視劇集的核心衝突，文章對教會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點，都與 Unchosen 所揭露的異端現象息息相關。一、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信仰淪為空洞的形式。Unchosen 中的神聖團契雖高舉聖經，卻是一個充滿操縱、父權壓迫與冷暴力的邪教。耶穌曾引用先知以賽亞的話來責備這種言行不一的偽善。耶穌說：以賽亞指着你們假冒為善之人所說的預言是不錯的，如經上說：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引號，這正是劇集的病徵，信仰成了一套壓制人的工具，而非改變生命的真理。這篇文章點出的危機，並非僅存在於極端團體，任何以傳統代替神話語的教會，都正面臨着無可逃避的屬靈危機。二、人的傳統 vs 神的誡命，教會的普世警鐘劇中的神聖團契，就是一個將人的傳統當作絕對真理教導的例子。然而，將人的傳統當作道理教導人的陷阱，不僅存在於極端的邪教團體。主耶穌的警告是針對當時最有宗教權威的法利賽人。這對任何時代、任何自稱遵循真理的團體，都是一個嚴肅的拷問。當教會將程序、形式、人的教導置於聖經真理之上時，當領袖的權威被高舉到等同或凌駕於聖經之上時，當群體的傳統和習慣比尋求神的心意更為重要時，那麼我們該如何分辨一條路是通向死亡還是生命？對比劇中 Rosie 選擇逃離的勇敢，保羅在聖經中給出了明確答案：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馬太福音7:13吩咐14，這提醒我們，信仰群體若不扎根於神的話語，反而追求人的認同和傳統，就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走向那條寬闊卻通向滅亡的道路。我們是否也身處看似安全，卻已失去活力的信仰體系中？這值得我們停下腳步，用真理的光照一照。以上為初步分析，希望能拋磚引玉，期待看到更多弟兄姊妹從不同角度交流分享。Unchosen 劇情核心摘要。Unchosen 是 Netflix 在2026年4月上線的英國心理驚悚劇集，共6集。故事圍繞一個名為神聖團契 Fellowship of the Divine 的封閉式極端保守基督教組織展開。這個組織的特徵包括嚴格的父權統治，女性被要求絕對順服，一舉一動受到高度監視與控制。
與世隔絕，限制使用現代科技，成員生活在封閉的社區中，表面的敬虔，內裏的腐敗。組織領袖以神的名義施行控制，內部卻充滿權力鬥爭與黑暗秘密。精神控制，教友被教導要絕對順服，否則就是背叛神。主角 Rose 是組織中一位虔誠的妻子與母親，長期活在壓抑與冷暴力中。當一名神秘的外來者 Sam 進入社區後，他壓抑已久的自主意識開始覺醒，並逐漸發現組織內部更深層的黑暗。核心衝突在於Rose 必須在偽善的宗教控制系統與不完美的自由可能之間做出選擇，為了女兒的安危與自己的靈魂救贖，奮力尋求逃脫。Paul 的推薦是否屬靈？這是一個需要分辨的問題。從大公教會的屬靈傳統來看，一部劇集本身無所謂屬靈或不屬靈，關鍵在於我們以什麼眼光去看，以及它是否被聖靈使用來光照人心，揭露黑暗，促使人歸向真理。從這角度來看，Paul 的推薦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先知式的文化對話。他不是在推崇世俗娛樂，而是借用一個具有強烈社會批判性的故事，來作為一面鏡子，讓弟兄姊妹反思自己所處的屬靈群體是否也出現了類似的病徵。這種做法在聖經中有其先例。拿單對大衛說了一個富戶奪窮人羊羔的故事，大衛聽後義憤填膺。拿單才說：你就是那人，撒下12:1父妻。耶穌對法利賽人講了兩個兒子的比喻，兇惡園戶的比喻，讓他們自己聽出審判。太21:28負45。保羅在雅典引用異教詩人的詩句來指向真理圖17:28。Paul 使用 Unchosen 這劇集，不是在宣揚他的所有內容，而是在借用他的敘事框架來引發一個屬靈的自省。這與拿單的作法異曲同工。Paul 所理解的教會情況與劇集的相關之處，以下是 Paul 可能看見的關聯點，請注意，這是從他的視角出發，不代表對教會的客觀全貌判斷。Unchosen 中的神聖團契 vs Paul 所理解的教會現況，劇集描述組織領袖以神的名義行使絕對控制，教會現況牧者以合一、信服屬靈權並為由，拒絕公開聽證，壓制真理的聲音。劇集描述不可質疑領袖的文化，教會現況他被禁聲，被標籤為分門結黨，只因他要求按聖經公開察驗。劇集描述以人的傳統取代神的誡命，教會現況錯用羅馬書14章儒家歸為疑惑之時，趕出與非信徒結婚的弟兄，卻對教導儒家的牧者從寬。劇集描述保護組織聲譽高於保護無辜者，教會現況拒絕光明中的溝通，卻公開發信定他罪名，要求會眾隔離他。劇集描述成員因恐懼而沉默，教會現況那位說上頭叫我敢做的弟兄，正是這恐懼文化的寫照。表面敬虔，內裏腐敗。牧者台上教導化解嚴僻，台下拍台離場並拒絕溝通，雙重標準的敲正在發起來。劇集描述覺醒者的兩難，教會現況 Rose 面對的正是 Paul 的掙扎，要沉默地在系統中久安，還是冒着被驅逐的風險說出真相？但這裏必須加上一個重要的平衡觀察。Paul 的類比有其精準之處，但也有其危險。將教會直接等同於神聖團契式的極端控制組織，可能會忽視了這教會仍然傳講正統福音，仍有許多真誠愛主的門徒，以及牧者團隊可能並非出於惡意，而是出於恐懼和神學偏差這些複雜因素。然而，從他的視角看，他所經歷的被禁聲、被拒絕公開聽證、被要求會眾隔離、被以合一之名壓制，這些具體行為確實與劇集中描繪的精神控制手段有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Paul 引用此劇的真正目的不是控告，而是喚醒。Paul 在貼文中說，在這彎曲的世代，若基督徒只活在口上，不是僅僅活在生命中，不認真查考聖經，卻被私欲及恐懼制服，因怕失去，教會上下以高舉人的傳統當作道理教導人，那拜主也是枉然。這不是一篇教會是邪教的控告，而是一篇回轉向主的呼籲。他引用 Unchosen
不是在說我們教會就等於這個組織，而是在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我們教會的文化是否正在向這個方向滑落？當順服領袖被等同於順服神，我們是否在建造一個不可質疑的系統？當保護教會聲譽優先於保護無辜者，我們是否在重複耶羅波安的罪，用人的方法去維持神的國？當弟兄姊妹因恐懼而不敢發聲，我們是否已經失去了在光明中彼此問責的自由？這些問題值得每一個屬靈群體認真面對。從屬靈辨別的角度看，如何使用這劇集？對Paul而言，這劇集是一個拿單式的比喻，用一個故事來讓聽者自己作出判斷，然後將這判斷應用到自己的處境中。對牧者團隊而言，如果他們願意聆聽，這劇集可以是一個嚴肅的提醒：你們所建立的系統是否正在不知不覺中從基督的身體滑向人的組織？對會眾而言，這劇集可以是一個自省的契機。我是否像劇中那些沉默的會友一樣，明知有不對勁，卻因恐懼而選擇沉默？6. 結語：一出劇集，兩條道路。親愛的弟兄姊妹，Paul推薦這劇集，不是在宣揚黑暗，而是在揭露黑暗，好叫我們轉向光明。但以理書12:3說：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今日有兩條路擺在我們面前，一條是神聖團契的道路，用控制、恐懼、人的傳統來維持表面的合一，最終走向屬靈的死亡；一條是基督身體的道路，用真理、誠實、彼此相愛來建立真正的合一，最終走向生命的豐盛。願我們都選擇後者，願我們的教會不是 unchosen 未被揀選的，而是 chosen 被神揀選，被真理分別為聖，在光明中彼此相交的君尊祭司。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